好料的过来呀，好料又来了哈！老师今天呢要介绍的这个料理呢，只要是芋头控，我就是芋头控。对我也是，这个是我们台湾地道的这个鹿港的这个国民美食小吃，那也是要排队的，因为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吃啊。对啊，所以芋头料理啊真的很棒。但是老师，就是这个芋头虽然好吃哦，有几个问题呢，想也替一些朋友来问啊，就是说芋头要怎么挑？因为有些时候你会发现，哎，芋头买回来怎么没伤啊？哦，对，它口感不够绵密哈。是。那其实你芋头就是说在挑的时候，你就要看它这个剖面哈。它如果就是说不要太直的，然后越粉白的哈，它就是说它的就是越松，它的口感就是越好。太直的话，它就是含水力太高。哦，那如果说有人他没有把这个切掉的话，我又看不到，也不好意思叫他切。那是不是说我回家的时候多放几天，让它水分挥发掉一些？对，是 OK 的哈。OK。然后你要削不好削，然后又会痒，怎么办？对，那我是觉得说，有1、2个方法。第一个，你芋头买回来的时候哈，你最好不要去碰水。那你就是戴手套，不要碰水，然后这样子削。好，这是一个方法。那万一不小心你碰到这一个芋头的这个黏液，其实这个黏液就是草酸钙。草酸钙，然后它就会让你的皮肤痒。那有一个方法，万一已经痒了，那怎么办？你赶快把瓦斯炉打开，手在那个火上稍微烤一烤。好，这是一个方法，就是已经痒了。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你可以就是说还没有那个削之前，就是保持干燥，还有手弄点盐巴。好，这样子，不然就是戴手套。那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就是说我们芋头买回来，这个皮不是很厚吗？我们先把它洗干净之后，放到一个那个盆子里面啊，那个盆子是可以就是说可以微波的，水淹过这个芋头，那看你芋头的大小，然后把它放到微波里头，然后用中微波8到10分钟，看你芋头的这个大小。那它这个是什么作用？就是让我们这个芋头皮会软化，软化之后，好8到10分钟拿出来之后，你再用牙签把外圈这样弄一下，拨一下，芋头皮就去掉了。哦，这个方法也不错。对，因为你就不用在那边削到那样，然后又怕手滑，然后又会沾到那个草酸钙，那你就会很痒。那这样吃芋头真的太痛苦了，所以这个方法是真的很方便。然后你看这个是我们已经削好的这个芋头丝哈，那你们发现我们的芋头丝这样丝丝入口。那你再就是说要让它比较有美观，我们就刨丝要刨的很漂亮，就是说你要顺着丝这样子去刨，这样子哈。我们要延伸的是一个香港的广式的点心香煎鱼丝饼。哇，我最喜欢吃那道点心。对，那很香哈。好，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水配方中的水分把它倒下来，然后这边有盐巴。很简单的这个胡椒粉然后鸡粉或味素要不要加，其实都随便你们没有一定的然后还有这个糖，我先把它拌下来，让它融化，把它拌好，然后接下来这边，我们要让我们这个芋头是它这个有入味所以我们都先把这个调味料这个已经放下来这样。就是一些糖啊、盐啊，对，先给它先溶解到那个水里头，这样子它比较好拌开，这样子好，然后我们就把它，就是让我们这个芋头丝，就是吃到这个水分跟这个调味料这样，你看我们的芋头丝都是一丝一丝的，很漂亮。到时候做出来时，这霸丸就会很漂亮。好，那这样子，它这样子也是有一个作用，因为糖跟盐它基本上它是可以改变食材的密度，会让它软化，所以我们等一下再操作也比较好操作。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样芋头是不是已经都有调味了？可是它没有粘性，所以说我这里就要加了一些这些糯米粉。糯米粉。那如果说你没有糯米粉的话，我觉得家里一定有地瓜粉，地瓜粉也可以取代我们就把它放下来，因为它产生它的粘性，还有那个糯米粉跟这个地瓜粉，它有 Q 的口感，然后又可以增加它的粘性跟它的 Q 的口感，这样子。
你看我们是不是软化了？好，有粘性了。是。好，那我们现在先给它摆着。港式点心有一个香煎伊丝饼，非常的美味。那我们就把它放到那模型里头去蒸。那我们家里就是说，你有什么铁盘啊，什么通通都可以。那你记得要使用之前，你就一样给它涂点油。好，这样子。它可以防粘，你到时候在脱的时候它比较那个。那因为我为什么比较喜欢用这种铝箔？第一个它导热快，第二个它材料行买都有。你如果说在国外的超市也都很多，那你不一定要用四方形，你用圆形的也 OK。圆形、方形、长形都行。然后这个是烤培植，我们就放进来一样。对，然后就给它涂一点油，这样哈。对。那真的一点都不粘，这很方便。好，那这里是我们刚刚剩下的这些芋头丝哈。当然我们刚刚那个馅料，如果你要拌到里面去也 OK。那有人是想说那个有包肉了，那我这个就不要再包肉，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好，所以几乎是素的了。对，这个就是素食哦哈，一个肉的，一个素的嘛哈。这样我觉得看个人喜欢哈。然后我们这个好简单，我们就把它铺平，拿去蒸就好了嘛。对。很方便，而且用电锅蒸，用炒菜锅，那个蒸都可以。但是你就是要把它压紧，因为到时候我们蒸好了要去煎它才不会散掉。对了，因为我们要切嘛，对不对？如果说没有压紧的话，怕呢蒸出来之后松垮垮，你要切的话不好看啦。对，然后边边这样把它弄好，你看我们就把它压成这样哈，你看。我们这样就可以拿去蒸。那因为它这个很薄，如果用电锅蒸，大概1杯水啦，除非说你的电锅蒸的非常小，大概1杯半，大概1杯一定会熟。那如果说你用那个蒸笼水开去蒸的话，顶多是15到18分钟一定会熟。然后这个就是我们蒸好的哈，那其实这样就已经很好吃了。对，其实讲真的哈，如果说你把它放凉哈，其实这样来吃。切着吃就很好吃，但是我们既然是香煎伊丝饼，那当然就是要煎会更香哈。那因为我刚刚是为了美观，所以我把边边这个把它修一下，你自己在家里吃不用修也没关系哈。好，那我们就把它切，那我们大概就是切成6块好了啦哈。6块来煎。好，等它热一点哈，然后来煎。那其实你要做多薄多厚，如果说你做的要更厚的话，你就是要切窄一点。对。如果你的那个就是说它比较薄的话，你就要切宽一点。因为它这个本来就是熟的，所以只要煎有一点恰恰就可以了。恰恰的意思就是说两边有一点焦黄啊。对。好，那你看，我们这个煎的这样恰恰有没有哈？就有一点这样酥酥的香酥了，其实就已经好了，真的超级简单的。你看，你看，好，都很棒。你看，哇，这个真的是，真的，对啊，真的 OK， 这已经好了哈。好，那我们现在把它缠起来哈。我们先把它缠起来，你看这样一丝一丝的，所以我们这样刨的话，是不是很漂亮？好，这样。哇，所以老师刚刚一直说，你要蒸之前一定要把它压得很那个，对，很紧好，这样 OK 的，超级简单的这样，哇，真的闻到那个香味，其实可能就已经摆不下了，这样子就好了。然后厨娘的福利，你的福利对。然后我们这边就很简单啊，其实我们这个配方讲真的不用加酱料，它就非常好吃了。芋头本身真的它有那个香气就很棒，真的。就算只要蒸出来，我觉得都好好吃。对，只要蒸就好了。真的，只要是芋头控，一定不会错过我们这一香煎芋丝饼做法：将拌好的芋头丝放入抹过油的容器内，并将其按压紧实。电锅以1杯半的水蒸熟后，放凉切块煎香即可食用。